當香港已經唔可以再講，唔可以再悼念，唔可以再提嘅時候，台灣呢一個嘅存在就好重要，因為佢幾乎係亞洲唯一幾個國家其中一個係可以公開悼念六四事件，去討論六四事件，甚至譴責中共嘅一個地方。其實呢一個嘅存在已經係好重要啦，已經好重要啦，變得。我哋亦都見到，原來我哋一個相對自由嘅城市，只需要5年係變到鴉雀無聲，只需要你講一個反話，講一個政府唔中意嘅事情，佢就會將你拘捕還押，然之後唔知等幾時先至開審，你唔知會失去自由幾耐。呢一個係我哋好害怕，台灣民眾亦都好害怕會發生嘅事情。